嘉义环路和德基隔界的159县道架线，伫28公里的所在呢，最近变下落西北雨地崩山，也因为这4月有大地震，加上最近过道落大雨，已经崩几条街路。7月初八下晡，嘉义落大雨，这条路搁再崩起。乡公所有提出改善计划，希望相关单位重视这条路的安全问题。怪手无因咧清理路上的沙石，要赶紧让这条路通车。嘉义地区7月初八下晡落大雨，造成这条159县道28公里的所在崩山。现场的工作人员惊下晡若落西北雨会继续崩，赶紧利用天气好的时阵，先做一寡补救。无查挖啦，挖就一直落来啊，啊人嘛危险啊，因为是受过头危险，所以唔敢搁一直进步落时间啊。应当是讲第5遍啦吼，啊愈来愈严重啦，愈来愈严重就是讲，因为伊的，就是讲较早讲的，伊是顺向坡的物件，啊，所以伊个面顶遐日落来，愈落的石头是愈侪啦，啊，所以咱拢有伫遮咧带兵，要较紧甲伊处理落去，交通会较顺畅。这条159县道连接环路到地家，是山区民众对外交通的道路之一。为今年4月开始，就因为地震甲落大雨的关系，已经发生5遍崩山。乡公所有提出改善的计划，乡长希望县政府甲中央会当来支持。一个伊的明隧道超130米啦，吼，啊，搁来另外一个就是两侧这明隧道，这个应该是明隧道啊，好，啊，这边加就是做钢桥，争取也复建经费朝向明隧道的方式去争取中央的经费哈，好，这个道路哈，伊唔免随时有中断的情形发生。乡公所表示，这个所在边啊，阁有真侪大石果，什么时阵会落落来，拢唔知影。会随时注意这条路的状况，嘛呼吁民众落雨天的时阵，尽量莫行这条路，以免发生意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